生理人甲投资者想要大赚，除了本身的实力，嘛着爱靠时机。俗语讲，时机拄有着，看赢9斗换1少。古早时代是用斗甲少来做重量的单位，1少是10斗，若9斗换1少，会使解说讲是歹年冬、经济歹，趁我毋挣钱，甚至是做了钱的生理。这句俗语是要甲咱讲，做任何代志，若拄着适当的时间甲机会，就爱知影掌握甲运用。虽然讲一步一脚印，毋过都合若拄好，咱嘛是爱好好利用才是，因为好时机是无咧等人的。